环境部用科技执法来加强掠汽机车的噪音，因过新北就民代接到民众陈情，讲这侦测声音的翕相执法根本就无科学根据，而且过几啊个月，因则收到罚单，被负起福检申诉，批评科技执法是咧欺压人民。 虽然大灯有一点有民众骑原厂无改装的奥多摆，经过新北环河西路，伊认为家己无超速，正常骑车，所有声音翕相科技执法，侦测到超过86分贝来告发，罚款3600。不过竟然经过5个月后才收到罚单，未付福检，更加无通申诉，互伊看甲戆面去。 环保局没有给我复检机会，还叫我要改善哦。它上面有写限7天内改善。我问他说要怎么改善，他说你上路就知道。你不给我改善标准，我要怎么改善？我觉得这根本就是黑箱作业。科技执法是要保护人民，不是要欺压人民。 有 YouTuber 甲民众会做牛拍做影片，质疑讲当初设定速限50公里的路段，噪音的过法标准是86分贝，恐惊唔是科学根据，只是凊彩掠一个平均值。另外，罚单顶头无标示时速甲噪音量，民众是方法甲不明不白。台湾的摩托车普遍被教育就是要靠右骑，那你只要贴着右边，靠近声音照相的方式去骑车，就更容易超标。所以这是为什么大部分的罚单都是来自于摩托车。 提出质疑的民众呼吁政府应该学法国用电类型的麦克直接辨识噪音源。不过新北市环保局回应讲，声音翕相科技执法是依照环境部的指引来设置，公正有效，会继续处理。 在噪音车影响民众安宁的热区设置科技执法设备，依法告发，于法有据。 环保局指出，开罚单就要谨慎来确认需要行政作业的时间。若犯法，民众会当提起诉愿，或是行政诉讼。嘛强调，就算是原厂车，若无好好维护、超速或是操作无妥当，噪音有缘有可能来超标。嘛讲今年噪音车检举的案件比去年减3成6，显示管制的措施有效果。公司新闻采访报道。